会是什么人呢？是伊。马彪，四号，对。师傅，大人，上好呀！怪师傅，我相信伊袂去交结就土位。不过根据阮的调查，伊的嫌疑上大咧。师傅，林贵啊，你还佫招下你毋捌代志啊？马彪过去是一个武林人物呢，伊会勾结绿林匪徒，也毋是以后有啥物人。伯父，你莫佫讲啊！人官府办案哦是有凭有据的啊。林师傅哦，伊若是清清白白的人哦，官府自然会予伊一个秉公处理啦。哦，师傅，林贵啊，你要相信我，你要相信我，老虎绝对袂做遐代志，你要相信我。别讲，讲。林贵啊！师傅，是哦，你竟敢讲为武林，你害我死那么多人，我现在。
阮风光表你也莫阁哭，成为到豪客变成匪徒，这其中必有缘故，一定有人勾结匪徒。对，而且一定是熟悉啦，才会对着世界的环境遐尔熟悉。真可惜，当场无两半的证人，也若无，会当将伊问个清楚，踢破迄个人真面目。马师傅，莫非你是嫌疑世界有人勾结土匪？也毋过真可惜，无完全的证据。师傅，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是伊。马彪，四号，对。师傅，大人，上火啊！怪师傅，我相信伊袂去勾结着土匪。不过根据阮的调查，伊的嫌疑上大咧。师傅，林贵啊，你还阁少下你毋捌代志啊？马彪过去是一个武林人物呢，伊会勾结绿林匪徒，也毋是以后有啥物人。伯父，你莫阁讲啊！人官府办案哦是有凭有据的啊。林师傅哦，伊若是清清白白的人哦，官府自然会互伊一个秉公处理啦。哦，师傅，李贵啊，你要相信我，你要相信我，老夫绝对袂做遐代志。你要相信我，别讲啊，讲。李贵啊！是哦，你竟敢讲为无你，你害我跑倒来！我兄弟，我兄弟，是大哥，伊是我的伯父，你袂晓无礼，严格师傅伊是冤枉的。我相信事是冤枉，但是这是嫌疑利益，并不是要让你来决定罪名。好，我这是来去探听清楚，看管太爷伊是要安怎处理这件代志。告辞。当遐已经变成无家可归的人，咱应当就该接等去处理大才对。当然了，当然了。林贵啊，也无规矩来住喺厝的啦，啊。伯父，伫你的心里，我要踮在这间草厝，真是有我这个为人子的后事，要踮这甲我拿掉安尼小后3年，对啊，下面我的心意记惯，你也是甲伯父倒转去，互我住在这，以尽孝子的心意。是啦，大爷，那安尼做甲要妥当心？唉，当然是妥当。阮小弟在世时，林贵对所有的小目拢无清楚。比如讲，伊伫生理上大往的啦，或者是讲人欠的，伊欠人的，林贵拢唔知影。是讲四大爷，啊那代志若成功了后，啊你是要安怎办这个？是啊，放心啦，我一角银都袂减。遮尔多的债主啊！债主，啊，这个借条吼，拢总是伊死婴在生的时阵吼，
甲阮借钱的借条啊，今日人快生去啊，无甲恁一个解决，免哪会用的啊？是啊，我这借条嘛是是，我这嘛就借条呢。对，今仔一定要解决，无解决袂用就对啦。阿英啊，在生做安尼欠人这里厝的债务，阿勇的啊，紧甲我安尼轻轻的算我到底欠人偌多。好啦，我这种事啊，甲算看。哦，你论这债务吼，就是讲咱世界所有的产能主的总卖吼，也无够害人哦。那你爱赶紧，甲我叫林贵啊，转来解决。各位啊，这是天灾人祸呢，人都已经死啊，你嘛爱同情的看影无吼？哦，好。事情愈想哦，我愈悔改这种的债务啊，从何来？卖吵，林贵啊，恁老爸欠人这么多的债务，你敢拢唔知影？我确实拢唔知。是啊，不过代志已经变成到安尼啊，你要打算怎样？就请三伯公啊，你甲我生活就好。哎，